无人客停车今年8月份开始，已经伫美国旧金山地区24点钟内营运，规港拢有200台无人客停车，若登记要叫车人客嘛，已经有10万人。伫 APP 顶面扫好地图顶面温准的上车所在，市值就显示等车时间。It shows 6-minute pickup。车坐来就发现问题啊！停车所在毋知要哪上车，因为是无司机，我都叫伊开到头前，小闪一个才好上车。伫牛毛顶面试一个启动的开关，车就会开叮当咯。虽然驾驶座是空的，无人伫开车，也过坐起来是真自然。这是因为车顶装有 LiDAR 一种镭射探测，也个测试这个距离的系统。拄着黄灯会停落来，连大路常常有人冲出来举停止牌，也应好好来处理。原来这个收费是以需求甲供给来竞争价格决定的，免收费出发的时阵报价甲实收的价格是同款，比优步也较好，所以民众的接受度是真悬。不过2个月前，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无人客停车24小时应营运到即阵，不过却是定定听到有车开伫路的这种交通状况。其实就是昨天。有一辆车子就在马路中间就停了，就在三藩市就停了。为什么呢？前面有一个大货车就停在前面，两边都停了车子，它停在前面，那这车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，这个有一辆车子，它在转弯的时候就卡住了交流道，那我自己开车就往旁边绕过去，他呢就不知道怎么办。专家讲，这限制必须等到路的8成的汽车拢采用某一种自动驾驶系统，并且连上网络，因互相沟通了后，多切交通，才有法度互这个无人客停车真正是真好用，达到安全无问题的城市再进化。国视新闻综合报道。